超開心啊！一年一度聖誕療程套裝誕生咗啦！今次特別針對醫學級嘅抗衰，而呢一組嘅精華元素咧，可以幫你嘅皮膚咧做到更緊緻、更平滑、更飽滿啊！如果你都有做高能量儀器咧，就更加唔可以放過啦！呢一個高濃度10000 IU 嘅 EGF 可以高效去刺激咧表皮生長，生好多嘅細胞 BB， 快速合成更多嘅膠原，幫你嘅皮膚增加彈性同埋減少皺紋啊！呢一個 HA 超改造含有抗皺嘅專利成分，強效咁樣對抗地心吸力同埋真皮層變薄嘅鬆弛現象，重建你嘅真皮層，撐起你嘅細胞，令細胞排列更緊密，皮膚變得更緊緻同埋更提升啊！呢個 Bio Compass 裏面有創新活性靜態成分，活化你基底幹細胞嘅潛能，全效提升細胞自我更新能力，有效改善疲勞同埋熟齡膚質。最後呢個 DR 雙層膠原修復霜，又稱之為術後膠原，可以快速去修復皮脂膜，促進纖維母細胞嘅愈合，皮膚就做到鎖水又光澤，撐起基底，幫你鋪上一層好似 BB 咁健康嘅皮膚啊！哇！呢個療程比細胞咁完美嘅抗衰盛宴，仲有咁多禮物，你都一定要快啲嚟試下。